呼籲大家真正愛有公德心來看這新德縣的專門用來回收舊衫褲的箱仔。今年5月，予人烏白來等大量已經袂當穿的衫，也閣有糞掃，所以增加管理甲清運的負擔。其實呢，佇媒體報道了後，這狀況是有改善的，也毋過最近又閣發生啊，而且原底敢若出現佇新德縣，即馬就連新德市嘛有同款的狀況。箱仔邊仔，予人等無愛滴的棉照被內底要糞掃。附近民眾講，常常攏看到有人甲舊衫回收箱當做糞掃桶，烏白拼糞掃。哦，一禮拜安尼，逐工攏遐大堆啊大堆，歹碗歹啥物，逐項都在啦。啊，都無愛都攏甲你清清來，攏搬來。反正就當做真是糞掃堆就對了。啊，對啊，對啊。來到回收場，工作人員當咧整理一包一包的舊衫褲，負責回收的是新眾團體。因指出，最近大新的地區，真濟回收箱攏有人烏白拼糞掃，有時收回來舊衫內底有1/3攏是糞掃，實在真困擾。佔了1/3的垃圾啊，沒有收完，那時候再回來丟，丟完又要跑一趟，很嚴重了，每個禮拜都有了，尤其竹東還有比較偏僻的地方更嚴重。那如果家戶有大量的舊衣需要回收的話，應該直接來聯繫相關的收售單位來做處理，那不是把它全部塞在舊衣回收箱裡面，或者是棄置在周圍。那如果在舊衣回收箱的周圍棄置垃圾的話，最高可以處6000元的罰款。回收舊衫的新眾團體表示，較好的衫經過整理會提去賣，賺來的錢會提做協會的經費。因若看不過是提醒民眾，較舊的衫、破棄的衫會當做一般糞掃處理，量若較濟也會當等候資源回收車。若是回收舊衫的箱仔墊啊，嘛袂當等佇箱仔外口，若無會按照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處罰。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